西九嗰度我諗一開頭最重要嘅一個遺漏咧，其實就係咁多種藝術形式之中咧，係電影咧係個非常佔咗嘅位置太少啦，只係喺個 M+ 嗰度咧係1/4嘅展覽但係其實電影咧根本咧電影嘅展品咧就係電影就係放出嚟喺銀幕嗰度係一個好好嘅環境嗰度咧係好好個聲音響效果坐得好舒服個放映係個銀幕嗰份配合得好好嘅一個咁嘅觀眾，換句話講係一個戲院嚟嘅應該係。咁咧電影院咁咧西九最弱嘅一樣嘢就係由開頭到竟然咧有10幾間好似戲院劇院，但係冇話一個係最呢個係適合電影放映嘅電影院咁咧電影院放映可以係大嘅，成上千位，可以係紅地氈首映有明星，咁呢一種 event 佢應該有個咁嘅場地，但係亦有一啲咧就係放可以老片嘅舊片子即係一啲經典戲甚至默片咁嘅應該係所謂藝術電影咁樣。咁呢度可以細啲嘅場地，其實咧最理想就係一間電影中心或者一個即係所謂 Cinematheque 啦，或者 Film Centre 咁嘅地方。全世界好多地方已經有好多地方咧，仲繼續係越起得越大，越嚟越大嘅，已經有好耐嘅歷史，咁唔使講啦，倫敦紐約Melbourne 嗰啲地方，咁而你亞洲嚟講，日本都有㗎，台灣都有啊。咁但係咧嗰啲係都算比較細嘅，大嗰啲咧就係一座嘢咧，就係由大到細嘅戲院都有，全部咧都係菲林數碼最高清最咩嘅咧 3D 都可以放到嘅。咁咧啱舊年咧就多倫多嗰個就TIFF Bell Light Box 就已經係9月開幕啦，唔係舊年 sorry。啱今年多倫多開幕，明年咧南韓嘅釜山咧就個 Busan Cinema Centre 就會開幕啦，都係呢一種好大嘅好現代嘅建築成座嘢咧都係為電影藝術形式呢個而設嘅。電影咧仲有一個好處咧，就話佢係一個真係好普及嘅一個藝術形式嚟嘅，可能係比舞蹈或者音樂即係古典音樂嗰啲係更流行、更多觀眾嘅，更易吸引普羅大眾嚟嘅應該話。咁特別如果咧佢譬如其中一個設計呢度有我所謂首映戲院嗰樣嘢，根本即係事實上香港現實亦係好多本地
公映嘅戲咧，首映禮嗰樣嘢咧，請啲明星嚟星光熠熠啊咁樣嚟講咧，香港嚟講其實唔夠場地做呢啲嘅，唔夠理想嘅場地應該咁講。咁如果一個好理想嘅場地，即係好似人哋康城啊，已經做晒，大家睇新聞圖片見好多咧，嗰啲紅地毯鋪喺嗰個啲 steps 嗰度咁一路上咁樣，有兩邊嘅記者區前後咁樣又上，好好俾晒即係設計嚟做呢樣嘢嘅。咁呢啲咁嘅星光熠熠嘅紅地毯上禮咧，絕對可以引入好多媒體嘅關注，同埋啲普通大型嘅觀眾都會有興趣嘅。咁引其實咧，如果有用咁嘢喺西九，其實可以引到啲人流嚟嘅。其實咁引到人流嚟有兩樣，一來咧，除咗話嚟咗之後，如果有個電影館，可以睇到一啲非一般嘅市面睇唔到嘅非商業電影之外咧，另類啲嘅電影或者所謂藝術電影嘅話，佢仲咪嚟咗西九啊嘛，佢就可以去參觀其他啲館。呢個其實就係大家一般嚟又話西九驚到時唔夠觀眾啊嘛。咁你就係如果淨係曲高和寡講話，淨係就有好高所謂 high art 嘅話，高級藝術咁，對有一部分觀眾可能係驚話我唔識嘅呢樣，我都係嚟公園行下算㗎啦咁樣嘢啦。但係如果有電影唔係有佢電影，佢覺得係好親切嘅嘢嚟嘅有首映禮添，咁嚟睇完明星咪去睇其他嘢咯。咁其實所以有百利而無一害咯。我覺得呢個佢有位嘅，根本上係又可以起10幾間院嘅。我覺得係應該起一間係電影館，其實係電影中心。